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内政部在去年2月公布湿地保育法以后，因为受到影响的7股将军等地居民，认为根本就无甲因沟通，严重冲击到因的生存权，所以民怨四起。上午新监议会公务委员会调集人的议员单调来，特别要求市府要进行湿地影响评估专案报告。不过，在会中，议员除了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以外，嘛要求市府暂缓执行相关的计划。在听出市府将对湿地维修影响评估的专案报告以后，议员单调来首先发言，表示市府拢讲无影响，真正听不落去。伊电到制作专案的报告，用超过30分钟的简报，要来证明中央湿地维修对居民生存、工作甲长期电线发展有偌大，甚至违背民主精神来维修湿地互相作业的证据。这期湿地保育法到底什么款的政策？再次提醒市府暂缓执行。台南市政府上上下下在划设湿地的过程，有哪一位我们市政府的任何一个人向地方的居民来报告说明？6698公顷的土地涵盖13个里，4个里被包围，304个居民的私有土地被包围，9个里紧邻在旁边，无人立为湿地。影响14000人，如果含周围的影响4万人，无人理全世界无人理为这湿地。拉姆萨公约，它的最主要的精神，它有163个会员国，台湾不是国家，它没有把它列入，唯独台湾你不能逃过拉姆萨公约的精神，就是要取得居民的同意。另外，在中的3位议员，包括李文正、曾玉珠甲蔡玉辉，因为背景拢甲做鱼拍盐有关系，所以对这个案特别有感情，纷纷消停单调来议员，要求无取得地方强势进程，不得公布施行计划。咱来有这款民主的一个精神，民主的制度。今仔咱要来为这个湿地，咱要安怎来保护？这个。大家应该好好啊来讨论，咱嘛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咱的这个当地这个居民、这个渔民来做一个安尼沟通。我的大官是做渔民啊，阮爸爸嘛是做鱼啊，所以阮一世人含渔业嘛是脱离无法度的关系。包括即马，阮阿叔嘛是搁咧做鱼，阮阿丈嘛是搁咧做鱼。所以，阮的世世代代，就是等于讲，拢是牵鱼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会当感受到，咱中南兄头久啊，伊所特别做反短片互阮看，讲啊，这尔详细，这真正爱有做一门足深的功课靠法度来这个所在甲阮介绍甲这尔详细。在这讨论的过程当中，有真侪这个地方的意见，随上。也无完成啦，所以暂时咱这个工作拢也无讲在进行。今日议员单调来，因为替7个将军等居民发声，要互大家知影湿地保育法根本是恶法，颠倒会伤害人民。嘛4月主办说明会，上北顶前采扛棒来宣传，都希望用当初前馆长所反对7轻8年抗争的精神，要坚持到底。电新闻军局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的湿地面积是全国上大，原本可望成为生态保育的模范。不过，台南市开大钱所兴建的人工湿地，不是爬荒，就是变成天高热的温床。伊着原理为例，就将要改成净水厂。所以上午伫议会嘛成为议员批判的焦点，要求市府制定政策的时阵，一定要慎重思考。
台湾单调来近来为7个将军等所在维持实地的空间，上午拄来要求市区专案报告，会中嘛将镜头转向前内政部长陈伟林，指出人工湿地是前坑法案，指出咱市现况包括当年运动公园、竹溪、万里以及梨林溪等湿地生态，拢是开大钱，得袂到预期效果，甚至变成天高的温床，才来呼呼掉。毛议员郑朱顶人相当有感触，呼吁市府制定政策一定要精心思考。竹溪的人工湿地，对不对？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得到的是杂草丛生、废墟一片。今嘛咱市府今嘛要来改变政策，要过来做净水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再去改变要做净水厂？就是当初迄个人工湿地是失败的嘛，所以无法度啊。所以你今嘛还过来急转弯来改变，讲要来做净水厂嘛，啊无对遐居民嘛无法度交代，是不是？所以你请做。所以人讲吼，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较严重。提供要参考国内外相关一些的案例嘛，哈。那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发现，就是说像日本的话，它在比较都会区，事实上它都是用这种加强型的，就是把意识放在它啦。除了议员为湿地换来空间，连带人工湿地保育行动嘛接受严厉质疑。其中梨林溪下游的人工湿地计划，水利局等单位所提出的填补法，就接受影响，并无通过议会审查。台南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感谢台南市各区的协调委员热心奉献，并且加强充实因的法律常识。市府上午举办台南市协调业务讲习以及表扬大会，由市长赖清德亲身表扬222位优秀的调解委员。为伫台南市每一个无同款行政区的调解委员上午聚集做伙，参加今年度协调业务讲习以及表扬大会。市长除了亲自到现场予以颁奖，也对一寡志工服务的调解委员表达深深的感谢，并大大学了一寡服务市民的调解委员。伫咧去年总共10400多件的调解案件当中，有高达81%的和解比率，相当无简单。原因是因为每一个调解委员拢有技职啦，拢无聊的，甚至有当时啊为了咧解决问题，佮家己认得第一读个出来解决，会圆就好啦，会圆安尼就好，所以大家出钱出力，利用着宝贵的时间，甚至呢用着本身咱伫地方的威望，来解决问题。我伫遮呢代表市民，甲大家说多谢。那么，咱的这个调解的这个制度，对社会来讲非常重要。其实这不只是减少法院的这个案件啦，减少检察官、检察法官的负担。其实对当事人来讲，这帮忙较大。你想看卖？咱若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无调解委员会，逐项代志拢无爱拄到地检署、拄到法官遐去法官除了法官、检察官就分歧以外我看咱这市民敢若等论在等偌久，一个案件安尼来回去毋知等偌久。所以这调解制度其实对市民帮助非常非常大。除了颁奖以外，现场也安排了检察官以及法官伫咧会中分享因伫咧服务上的实际案例甲经验，以及判断的标准，甲各区的调解委员互相交流求进步。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咱先休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靓女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呐。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政府105年的联合婚礼再次选择奇美博物馆，11月5号以着落我爱台南为主题，邀集100对的新人，由台南市长赖清德证婚，在家属甲社会各界祝福当中完成婚礼，场面热烈温馨。市府今年举办联合婚礼，再次选择台南新地标奇美博物馆作为所有新人完成终身大事的纪念。5号黄昏时刻，96对新人伫芭蕾舞者带领之下踏上红地毯，一对新人伫亲友欢迎甲祝福声中步入会场，并且公开接受市长赖清德的证婚。会中副市长颜顺泽、奇美博物馆基金会董事长廖金雄、局长赖美惠、甲民政局长陈宗安等贵宾，拢做伙见证这幸福的一刻。我希望我们在场每一对家人都能够牢记在奇美博物馆结婚这一个现场，奇美所代表的意义。奇美的奇是奇异恩典，新人要结合，可以说要有很大的缘分有道是要500年的修为，才有办法在这一世里面结成连理，所以这个是奇异的恩典。美呢，代表美丽的婚姻，这也是要大家共同去经营然后共同去维护，同时呢，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会中新人嘛伫市长见证之下，做伙宣读爱情宣言，希望白头偕老。都是婚礼伫主持人的带动，重头戏之一，则是新郎甲新娘烧金9点9秒，象征相爱久久长长。最后新娘并且将芳花等各种的纪念品弹到空中，形成一幅美丽画面。还有人还没有 kiss 起来哦，好哇，从我这个台上看下去呢，真的是非常的甜蜜。3、2、1，动作今年主办单位民政局伫承办单位相助餐有线电视等赞助单位的小厅，精选象征幸福也相报的行李箱，以及台南大饭店的美国特房等各种贺礼，甚至市长赖清德甲议长赖美惠更加码，总共送出5组台南到日本大阪的来回机票，让新人欢喜甲跳起来。整个婚礼在幸福满满的气氛当中，圆满画下句点。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成功大学甲日本大阪大学做伙研究合作，用低温低压的方式，和金属银的结合技术有了重大突破。目前这项技术已经申请真侪国家的专利，未来将会成为绿色能源甲电动车应用发展的重要技术。成功大学甲日本大阪大学交流合作，伫咧金属银甲银之间，用低温低压的方式连接的现象，有相当关键的进步。新大材料系副教授伫咧实验的数据当中，看出原本理论无够完善，因此伫咧重新计算甲推论之下，解开银纳米结合的难题。这项技术未来将对半导体以及日能电动车等等的未来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今天的这个研究的结果的重点大概在于说，我们用非常基础的学理，就台湾的训练这个基础的学理，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解释日本团队过去几年就开发出来一个技术，他不了解为什么，而且观察到很多特殊的现象。那基于这个基础的理解呢，基础的这个研讨推演呢，我们得到了这样子奈米银的火山爆发这样的现象的机制。那了解这个机制之后呢，除了可以厘清过去不了解的现象是原因之外呢，我们可以推演到新的技术去，所以算是说，从基础
出发可以治本，而不是治标。这样子的技术的话，当然就是说，它可以减少银跟银结合的成本，那而且它可以降低温度，所以这边提出来最大的优势，这个技术就是低压低温的结合。那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实际上是不喜欢高温，不喜欢高压，因为高温当然可以做，不过它会衍生到比较贵的材料。那高压的话，对半导体材料会有一些破坏的影响，所以所有的制程的希望都在低温低压下进行。那这样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且呢，就是说了解它的机制呢，对后续的发展再进一步的制程的优化呢，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款金属银产生纳米顶级的火山爆发现象，在咧新理论的验证之下，会当控制原本的无确定因素，控制小小金属凸出来的产生所在，避免商品无稳定的因素。未来这项技术将会有济无同款方面的发展性。台湾新闻网后采访报道。新闻再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台风的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北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1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